邀請到10大名師嚟到去有詠春啦或者其他門派嘅表演嘅。每一圍台上面有台長啦嚇，今日有好多唔同嘅獎品啦，有現金獎啦。好，我哋先介紹，首先第一個環節，我哋先介紹5位名師先，5位名師。第一位名師出場表演嘅係黃念儀師傅米基和詠春，表演詠春標指。黃師傅而家係廣東省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，米基和詠春館館長，中國國家詠春拳段委編委，中國武術六段，省武術隊詠春拳指導，省武協詠春拳專業委員會顧問，省精武會詠春拳總代表。好，我哋而家邀請黃念儀師傅上台表演。我冇喎，你講嘅時候我聽我緊張好，我哋多謝黃念儀師傅，多謝晒。好，第2位出場嘅表演嘅師傅係徐廣林師傅。徐廣林師傅係廣州詠春嘅，佢表演詠春小念頭。我哋請徐廣林師傅上台。好，我哋多謝徐廣林師傅。好，我哋第3位出場表演嘅師傅係盧少林師傅。盧師傅係少林黑虎門嘅，佢表演係指線。請盧師傅。影呢啲嘢，知道。
少龍師傅嘅。好，我哋第4位出場嘅表演嘅師傅係余耀龍師傅同埋唐俊傑師傅，佢哋都係梁上嚟嘅，佢哋係表演詠春黐手。請余師傅同埋唐師傅。翻咗過去啦嚇。邊個話？錫住佢啊！大力！食手啊！流先得㗎，打心料流。食手啊！好多謝余耀龍師傅、唐俊傑師傅，多謝晒。好，我哋跟住第5位出場表演嘅係唐俊傑師傅，繼續喺度啊，都係梁上嚟嘅。好，唐俊傑師傅係表演詠春尋橋嘅，請唐師傅。好多謝中山市詠春協會詠春團顧問，而家請李耀敦師傅表演，好，大家鼓掌。
謝晒。好啦，我哋第7位出場嘅師傅咧就係咧梁宏德師傅，葉問係嘅。可能要褪後少少，葉師傅咧斬到你。好，多謝梁德雲師傅。呢個師傅就係陸志玲師傅嘅徒弟，黃浩輝師傅、賴俊豪師傅都係梁上係嘅。佢哋兩位師傅呢就表演詠春之手嘅兩位師傅，黃師傅同埋賴師傅。好，多謝晒黃師傅同埋賴師傅嘅。好，第9位出場嘅表演嘅師傅就係馮永雄師傅，嶺南詠春表演嘅詠春小念頭。馮師傅咧，而家就係廣東省武術協會詠春拳專業委員會嘅主任，中國武術王中王國手級嘅詠春拳專家，國際詠春拳大賽仲裁委員，廣州武術協會詠春拳會副會長，中山市小欖詠春拳協會會長，嶺南詠春拳第2代傳人。好，而家請馮師傅表演。最後一位係10位表演嘅師傅，第10位嘅師傅亦都係最後一位嘅師傅啦嚇。出場表演嘅師傅係我哋嘅會長林展庭博士，林展庭博士咧都係表演詠春標指嘅，我哋請林師傅。